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斯瓦米斯马拉南达逝世；西藏歌手嘎军被中国警方拘捕后遭秘密关押；美国众议院2党议员提案谴责中共对西藏的人权侵犯；德国汉堡议员访问西藏人民议会；驻澳洲办事处为即将退休的参议员珍妮特·赖斯举办欢送活动；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出席藏传佛教与心灵治疗讲座活动；驻巴黎联络官出席法国支持西藏团体举办的第23届西藏节；日本藏人为能登半岛的救灾工作捐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3月27号致函罗摩克里希纳教团，表达了对他精神上的兄长斯瓦米斯马拉南达马哈拉吉逝世的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我为他祈祷，并向罗摩克里希纳教团的成员和众多追随者表达慰问。斯瓦米斯马拉南达的一生过得非常有意义，他为他人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另外，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本周一3月25号发布的报道，西藏安多阿坝洪源县歌手嘎军遭当地警方任意拘留后被秘密关押。在藏历新年初三2月12号上午，嘎军被当地警方传唤几小时后失踪。随后，他的家人到洪源县公安局询问下落，但被警方告知他演唱的歌曲和思想有问题，正在接受阿坝州公安机关的审讯，并警告家属不要向外界透露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据悉，嘎军在多名当地歌手参加的藏历新年晚会上演唱了一首名为《泪流满面之悲歌》的歌曲，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思念，以及对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残暴统治政策的不满。据该中心称，凡参与表达异议的西藏歌手，通常都会被当局贴上威胁国家安全或威胁社会稳定的标签。修订后的国家安全法中定义模糊的条款，为当局指控或强迫失踪西藏的歌手、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大开绿灯。此外，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金义玉于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报65周年日当天，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支持西藏的议案。该议案承认西藏人民的持久斗争，并承认达赖喇嘛尊者因中国军事侵略而逃离西藏65年。议案重申支持西藏人民自决权利，谴责中国政府通过国营寄宿制学校同化西藏儿童，大规模迁移西藏游牧民，以及干涉西藏的宗教自由和系统地抹杀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语言和藏人的身份。议案还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德格县修建大型水电站，以及大规模逮捕和拘留1000多名参加抗议活动的藏人，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在德格抗议活动中被拘留的藏人，并呼吁拜登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德格建设的水电站工程。藏人行政中央次政编巴次人对此表示：“我衷心感谢麦戈文众议员和金应玉众议员带头提出纪念西藏自由抗报65周年的决议，支持西藏人民反抗中国的压迫。我们期待并共同努力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另外，来自德国汉堡的议会议员安娜·伊丽莎白和其丈夫，以及德国佛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驻新德里的工作人员，于上周六3月23号访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接待上述来访人士，并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演变、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运作情况，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并且特别讨论了中国政府近期在德格县对当地和平抗议者的残暴镇压，造成上千名藏人遭拘捕和受伤的事件。副议长卓玛次仁还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考虑其经济利益的同时，追究中共在西藏所犯下的错误，并呼吁德国议员们继续为中共统治下的境内藏人发声。随后，议员安娜·伊丽莎白和来访的人士们旁听了正在进行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受到了全体议员们的欢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三3月27号为即将退休的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珍妮特·赖斯参议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欢送活动。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协调，包括苏珊·丹普尔曼议员、参议员迪恩·史密斯、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参议员芭芭拉·波科克、大卫·史密斯议员和索菲·斯凯普斯议员等约80名议员及支持西藏人士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桑格在致辞时，感谢参议员珍妮特·赖斯长期以来在澳大利亚国会中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并表示西藏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在西藏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时刻所给予的支持，并赠送了一尊佛塔以示感谢。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在活动上发言时表示，他正准备接受邀请加入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的董事会，继续为西藏的自由而奋斗。随后，代表伽马森格欢迎来自绿党的参议员芭芭拉·波考克接替珍妮特·赖斯参议员，担任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新任联合主席。另外，由格桑梅杜心理咨商所主办的藏传佛教与心理治疗关于欲望、绝望和希望的潘多拉盒子讲座活动于3月16号在台北召开。多名西藏学者和台湾的精神科医师及心理咨商师、心理治疗师出席会议，共同探讨了如何透过藏传佛法、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情绪和精神困扰等议题。研讨会由丹增南卓仁波切和格桑梅杜心理咨商所所长陈嘉玲主持。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和台湾荣格心理分析学会主席王浩威医师分别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主办单位在当天的活动中特别推广蓝皮书，争取台湾各界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并为学域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进行了宣传。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官突丹次仁于近日在法国北部索姆省的亚眠镇出席了由约兰德·科蒙领导的世界支持西藏组织在亚眠举办的第23届西藏节。50名来自法国各地的支持西藏人士和藏人参加了西藏节开幕式。今年的西藏节除了放映有关西藏的电影外，还展销了西藏的手工艺品。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和日本西藏之家的代表长谷川于近日拜访了位于新宿区的日本红十字会东京支部，提交了东京及邻近县市藏人为日本西北部能登半岛地震灾区捐赠的22万8000日元救灾资金。2024年新年伊始，日本西北部能登半岛发生7.6级地震，对当地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破坏。位于东京的日本西藏之家和日本藏人协会于1月6号举行祈祷法会，为地震中的遇难者和灾民进行了祈祷。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